神秘的宇宙，約伯記40章2節上，挑剔是非的，怎能與全能者爭辯呢？約伯記呢一卷書，將惡同埋苦難嘅問題，用莊嚴宏偉嘅筆調描寫出嚟，可謂絲絲入扣。直到最後幾章，大能者藉住旋風所發出嘅問題，冇一個係可以答覆到嘅。呢啲問題有如中國屈原嘅《天問》，用句句進逼嘅語法，將宇宙嘅偉大、美麗同浩瀚無垠彰顯出嚟。例如喺40章6至9節，於是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：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要問你，你要告訴我，你怎能廢棄我所審斷的？怎能定我為有罪，好顯出你自己為義呢？你有神那樣的膀臂嗎？你能用他那樣的聲音打雷嗎？約伯雖然想測透人生嘅奧秘，但係整個宇宙、整個人生都充滿住難以解答嘅啞謎。例如喺41章1至10節嘅問題：你能用魚鈎釣上鱷魚嗎？能用繩子把他的舌頭壓下嗎？能把草繩穿進他的鼻子嗎？能用刺鈎穿透他的腮骨嗎？他會向你再三懇求，對你說溫柔的話嗎？他肯與你立約，好使你永遠勞役他嗎？你怎能玩弄他，像玩弄雀鳥一樣呢？怎能把他拴住，給你的幼女取樂呢？結夥的漁夫怎能拿他當貨物買賣呢？怎能把他分給商人呢？你能用倒鈎紮滿他的皮嗎？能用魚叉紮滿他的頭嗎？你把手按在他身上，想與他的戰鬥，你就不再是這樣作了。人希望捉住他是徒然的，人一見他就心驚膽戰。人惹他的時候，他不是很兇猛嗎？這樣有誰人在我面前能站立得住呢？喺呢個偉大神奇嘅萬象中，我哋不禁啞口無言，感到一種說不出嘅敬畏同埋尊榮。呢種敬畏嘅感覺就係宗教中嘅崇拜不可或缺嘅基本成分，使到我哋對上帝嘅偉大同埋智慧永遠低頭。主啊，我正對着你無限的偉大和奧秘的宇宙，奉上敬虔和感讚的心，求你使我能夠從這敬畏中得到偉大的智慧和愛心。阿門。